也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经上说，凡信他的，必不至于羞愧。我们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在主你复活的生日，我们会众在此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求主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认识神你的大能。求主也祝福我们今天所有服侍的同工和百上。我们今天也特别为了今天的讲员祷告，求主赐福今天的赖林牧师的正道，愿他充满你圣灵的大能，让他的话语成为你福音的出口，也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恭敬将今天的聚会交托仰望于你，求主赐福。我们如此祈求，是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把时间交给敬拜小组。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耶和华是永恒的上帝，是创造地极的主宰。他不会疲乏，也不会困倦。他的智慧深不可测。他疲乏的人赐能力，给软弱的加力量。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时间不错误，他会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我们一同来唱神的道路。
在空中漂浮，是他创造生命气息，是他应许照顾自护。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等待必要欢呼。耐心等待要欢呼。耐心等待要欢呼。炼净我，使我更像你；吸引我，使我更爱你。所有梦想和骄傲都放在你脚前，我要完全顺服。炼净我，使我更像你；吸引我，使我更爱你。所有梦想和骄傲都放在你脚前，我要完全顺服。献上生命，献上生命，完全为你用。放下自己，愿你的荣耀，全心跟随，活出你呼召。父神，我只愿为你活。炼净我，炼净我，使我更像你；吸引我，使我更爱你。所有梦想和骄傲都放在你脚前，我要完全顺服。献上生命，完全为你用。放下自己，愿你的荣耀，全心跟随，活出你呼召。父神，我只愿为你活。献上生命，献上生命，完全为你用。放下自己，愿你的荣耀，全心跟随，活出你呼召。父神，我只愿为你活。献上生命，献上生命，完全为你用。放下自己，愿你的荣耀，全心跟随，活出你呼召。父神，我只愿为你活。献上生命，献上生命，完全为你用。放下自己，愿你的荣耀，全心跟随，活出你呼召。父神，我只愿为你活。父神，父
父神，我只愿为你活。父神，我只愿为你活。神啊，我的心切慕你。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是我力量，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灵单单降服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灵单单降服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主啊，你是我的力量和盾牌，在每一个早晨，我心里依靠你，就得帮助。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们可恶来敬拜你，愿我们的灵单单降服于你。神啊，我的心，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灵单单降服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唯有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唯有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会众，我们一同起立，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
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今天的起应文在诗篇的104篇第24章到24节到34节，24章34节到35节，由诗会来请会众来应。大家可以看投影片的白色跟黄色字。耶和华啊，你所造的何其多！那里有海，又大又广。那里有船行走。这都仰望你。你给他们，他们便拾起来。你掩面，他们便惊惶。你发出的灵，你的灵，他们便受造。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他看地，地便震动。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愿恶人归于无有。接下来我们为社会跟国家祷告。我们为非洲国家查德祷告，愿基督信仰能够进入生活当中，愿国家百姓能够更认识基督信仰祷告。我们为台湾卫理公会北一教区台北卫理堂李信正牧师，我们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灵健康祷告。我们求主能够稳定因战争、极端气候引起的全球物价波动，使有限的粮食、能源能合理的分配，使经济弱势者的生活也能有保障，不致匮乏。愿人们能珍惜资源并善待环境。我们也求主能够纪念台湾这块土地，为新的总统在5月20就职，求主赐给总统治国的智慧，也愿这位新总统符合你的心意。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祷告，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的国降临，愿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我们请苏秉纯弟兄为我们恭读今天的经课。弟兄姐妹平安。
本周2篇经课都在新约圣经。第一经课于教会圣经第130页，《使徒行传》第2章1至21节。《使徒行传》第2章1至21节，以下由我来为各位攻读。第1节起。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了。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啊，说这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我们帕提亚人、米底亚人、以兰人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加帕多家、本都、亚细亚、佛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克里特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上帝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罪人，其实不是罪人，因为时候刚到4出。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上帝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奇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是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以上是第一经课。第2经课呢，于教会圣经第170页，罗马书第8章22至27节。罗马书第8章22至27节，第22节起。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有圣灵出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忙，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检查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上帝的旨意替圣徒祈求。以上是神的话。接下来由我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10章1到10节，跟罗马书2章第7节。约翰福音10章1到10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
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了，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罗马书2章第7节：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以上是神的话。我们接下来请诗班献诗。献诗。谢谢诗班，愿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神。今天卫斯理交换讲台，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了赖牧师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加值人生。我们请赖牧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赖玲，很感谢神，今天是第一次到荣光堂参与大家的主日崇拜。很有荣幸来到这里，能够为主分享主的道。感谢神啊！刚刚在聆听敬拜小组的敬拜赞美以及诗班，
我们带的诗歌的时候都很感动。今天是圣灵降临节，我们都知道圣灵降临要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传福音。但是其实圣灵还有一个很温柔的工作，就是要来安慰我们，要来鼓励我们。愿今天圣灵降临节的主日，我们一起得着上帝的安慰。阿们。感谢神啊，在这个今天的经课当中，我们有看到这个圣灵降临在使徒身上，有各样的神迹奇事彰显出来。大家知道卫理公会我们也有一个标志吗？一个十字架旁边有这个火焰哈。那这个标志的出处就是今天的这个《使徒行传》2章的经课的经文，也正是这样的一个景象，要燃烧我们的心，要来起来爱神、跟随神哈。那圣灵来到我们当中，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经文在约翰福音10章。我们都知道耶稣是好牧人，当他在描述他跟羊之间的关系之后，他说了一段话做结尾。他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怎么样？更丰盛。”我们来想想，我们信主耶稣之后，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更丰盛？好，我们说更怎么样？更怎么样？就是增加了，对不对？好，增加了。我记得有一次我经过这个银行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们有一个广告，就说：“哎，你来我这边存钱啊，你的人生会加值。”好像是说你拥有了财富你的人生就会怎么样？更有意义、更丰满更好。的确我们相信，当我们拥有财富，可能我们在生命很多的选择上，我们更加的自由。但我们的生命要过得更好、更丰盛，仅仅只需要增加财富而已吗？当然不是。我想我们在座各位有历练、有阅历的弟兄姐妹就知道，我们的人生其实有很多是超过我们能力以外的，靠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也求不来的。所以我们需要神。我们真的需要神。台湾对于加值这2个字一点都不陌生台北有悠游卡的，我们在台北市都使用悠游卡抱歉，我忘了跟大家介绍，我现在是在台北卫理公会的平安堂牧会平安堂在哪里呢？平安堂就在卫理神学院的旁边，也在我们马英九先生家的后面就是每次新闻都会拍的地方那我其实是在卫理公会受洗的。我大学生的时候去到台北卫理堂，台北卫理堂是我的母会所以我可以说是信仰生活都在卫理公会那感谢神，我相信我们会坚持走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我们在这一路上一定经历了很多的事情，经历了上帝很多的帮助加值这个名词，其实最早是因为欧洲呢本来是收营业税，后来他们改成收加值税台湾还没有做这个改变但是什么是加值税呢？我想简单的说，大家就懂了比如说价值1万台币的棉花我们呢经过加工之后，我们把它做成美丽的布再加上设计师设计精致的染色剪裁之后呢，变成很美丽的衣服。那在这个时候，它的价值就怎么样？比原本的这个棉花就增加了很多倍，对不对？那我们刚刚说到，我们的人生如果也可以加值，那有多好那在圣经里面说，神要来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更丰盛。这个丰盛的原文意思有更有价值的意思神来要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有价值。
那价值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般思考，应该价值就是像价格、价钱，但是在圣经里面讲到价值，还有看重，然后尊重跟珍重的意思。所以你会发现，圣经常常讲到他看我们为宝贵，他看我们如眼中的瞳人一样。我们的眼睛重不重要？很重要。上帝看我们如眼中的瞳人，这么样的珍贵。所以神要使我们的价值更增加啊。我们可以说，可是啊，牧师，你很多人就常常说，我们都看到电视新闻，很多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每天都在发生啊。上帝为什么允许战争？为什么有很多做坏事的人，他们都过得很好？可是呢，爱上帝的人不见得好像过的人生很顺遂。好，这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常常遇到弟兄姐妹提出来的问题。的确哈，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有很多这个犯罪的人，他们可能获得的利益，以现在的眼光来讲，他们的人生也许是过得很富裕的，很不需要烦恼的。可是呢，我们人生的价值在哪里呢？是以这些来做衡量吗？昨天我其实本来昨天就想要下来高雄哈，但是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位长辈铁云师母安息。我们这位师母很特别，她的先生王继仁牧师是平安堂第1任主任牧师哈。那铁云师母在牧师退休之后，还仍然一直在平安堂聚会40年。好，所以我们昨天为他举办了这个安息礼拜哈。那他的一生呢很辛苦，还有6个孩子哈。在经济很拮据的时候，他用他自己的方式，让他的孩子有比较可以有好的生活。昨天他的孩子们轮流上台分享思念妈妈的话哈。我们才知道呢，师母她是42岁的时候才到了台湾，因为战争哈，小孩读了国小之后，她才去读大学圆梦。所以当她毕业的时候，已经是48岁了。然后呢，她的6个小孩每一个都毕业于台湾的最高学府。很多人都问他们家的孩子说：“你的妈妈是怎么教你们的啊？怎么把你们教得那么优秀？”结果他们的孩子都说：“我的妈妈只有做一件事，给我们充分的自由，然后给我们基督的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呢，人生在很多时候不是那么顺遂哈。可是我们人生的意义价值，大概真的是到见主面的那一天的时候，你会晓得你一生所付出的，对于别人有多大的祝福，对于你自己有多大的意义哈。有一位这个科学家很有名，爱因斯坦，他说人生的价值不应该是看我们拥有什么，应该是看他贡献什么。好，讲到这边，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不知道到目前为止，你觉得你的人生有没有可以有贡献的地方呢？好，我们好像讲到贡献的时候，都觉得好像要很伟大哈，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先来想一想主耶稣的榜样哈。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得到的是永远的生命哈。所以耶稣来加值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原本是必死的，也就是说，我们肉体死亡之后，好像就是永远的没有盼望。但因着主耶稣来，肉体的死亡不代表真实的死亡哈。我们会在基督里，会在天国里，在上帝的同在中，我们享有复活的生命哈。所以在今天跟大家分享价值人生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来看我们怎么能够贡献呢？我们如何能够自己被加值，又加值别人呢？首先我们要先晓得
耶稣来加值我们的生命哈。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他呢小学的时候，他说他非常的害怕球类运动哈。可是男生嘛哈，在学校啊，或者是在很多的地方，你要跟别人交朋友，有时候就会需要有一些球类的活动哈。但因为他很害怕，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参加哈。他记得有一次呢，体育课的时候，老师就分这个篮球队哈，由队长来选这个队员。大家猜猜看，他遭遇了什么遭遇？没有人要选他哈，两个队呢都没有把他选进去他们的队里面。他说这件事情哈，对他造成了很大的阴影跟伤害哈。他会觉得他是不好的、不配的，好，不是被人所喜欢的。我们可以想象这件事情影响他很多哈，包含他的自我形象会是如何呢？我们从小到大，其实多多少少都受过这样的伤害哈。有时候不一定来自于家庭，有时候可能来自于同学或者是老师啊。有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看法都不是很健康。可是呢，上帝说他是造我们的神，在我们在母腹中的时候，我们的头发他怎么样？每一根他都数过。所以，谁最了解我们？造物主，我们的神。那我们要正确的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是不是从别人的眼中来看自己？其实最好的方式是从上帝的眼中来看我们。好，所以圣经是上帝启示的话，在约翰福音14章中，耶稣对腓力说：看见我就是看见父。所以我们要知道上帝对我们的看法，我们就要先了解耶稣对我们的看法。主耶稣的一举一动，我们就可以了解上帝的心意哈。在约翰福音第15章，有很多的税吏哈和罪人，他们都挨近耶稣，要听耶稣讲道的时候，法利赛人跟文士私底下议论说：耶稣怎么和罪人一起吃饭呢？好，这时候耶稣用比喻说：在你们中间，谁有人有100只羊，丢掉了1只，你们不去把99只羊撇在旷野里，去找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请朋友邻舍来庆祝，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到了。这同样是一个羊的比喻，可是从这个羊的比喻，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看重什么呢？上帝的心肠就是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无法取代的地位。你可能会觉得在茫茫人海中，我是很不起眼的那一位，我是上帝可能不是会注意到我的那个人吧。可是在圣经里面再再的告诉我们，为什么神说100只羊呢？100在圣经里面有什么？完全的意思。这个比喻的意思就是说，即使上帝拥有了全部，但少了你一个，他就不喜欢。好，明白吗？所以我们在上帝的心目中真的是宝贝的。如果我们是在上帝眼中这么有价值，你还需要看别人对待你的方式来决定你自己的价值吗？有时候我们很常用框哈，限制住自己，也限制住别人啊，而上帝却是那位最宽广的神啊。所以愿神打破我们的框架，在内心之中有很多事情可能定罪了我们，或者是我们不小心定罪了别人。求主帮助我们看见，我们在他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是宝贝的哈。
我的家人呢，我是第一代基督徒哈，所以我是到了教会之后才跟我的家人传福音的。我的父母亲呢，在我念神学院不久之后都信耶稣了。那我们当然也很希望把福音再传给其他的家人。我有一次呢，传福音给我的姨爹，就是阿姨的先生哈，在传福音给他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说，他们都叫我小林哈，他说：“小林啊，我不能去教会，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抽烟呢，啊，我抽烟怎么能去教会呢？哈，上帝不喜欢，我是这样子的人吧？好，后来我就拿这个四律啊，哈，还有一些圣经的经文来跟他分享。我就跟他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好，我们在每个人都不完全，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可是呢，神爱我们，他用他的慈神爱所牵引我们哈。于是我的姨爹开始跟我先生查经哈。1年之后，他就在台北卫理堂受洗了哈。最特别的是呢，他受洗3个月之后，我们有一次家族聚会吃饭，他跟我说：“小林，我跟你说，我戒烟了。”他吸了20年啊，抽烟20年。他说他以前用过各样的方式哦，贴片啊，哈，用很多的方式去看医生啊，想要把烟戒掉都没有成功。但是当他受洗了之后啊，他每一次要准备抽烟的时候，他就想到说：“我是上帝的儿女，我不能再跟以前一样，因为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阿们。这才是真正的基督徒。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的人。我们不是完美的，我们都不好，可是我们因着神的爱帮助我们，我们可以被更新、被改变，这不就是价值吗？这不就是更丰盛吗？好，我们在功利的世界主义里面，我们都会把累积财富跟生命有意义画成等号。事实上，不是如此的哈。在圣经里面也有讲到说，有一个妇人，因为犯了淫行，被大家定罪。最可怕的刑罚就是要被石头打死哈。但在这时候呢，有法利赛人挑衅耶稣，就问耶稣说：“你觉得这个妇人要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应当要用这样的刑罚来对待他呢？”主耶稣怎么做？他起身来对那个妇人说，就对众人说：“你们谁没有罪的，你们就可以拿起石头来打他。”结果没有多久，所有的人都怎么样？走光了。这时耶稣走向前，对这个妇人说：“他们在哪里人？没有人定你的罪。”他说：“主啊，没有人。”耶稣就向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我们从神那里可以得到永远的平安跟美好的这个盼望。虽然我们不好不配，但是无论我们在什么境况中，神他都要使我们变得更丰盛，变得更好。保罗曾经在腓立比书4章12节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所以保罗他也曾经缺乏，曾经饥饿，曾经不足，可是因着神，他随事随在，无论什么环境，他都喜乐。这就是上帝给我们那个丰盛的一个秘诀哈。好，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来思想，主耶稣他不只来要使我们有平安，生命更改变，过得更喜乐。主耶稣还要使我们可以来祝福别人哈，祝福别人的生命。主耶稣要使我们成为可以为别人加值的人。有一位畅销书的作者哈，他叫约翰麦斯威尔，
他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哈，叫做《人生不沾锅》啊。我想可能没有看过，应该有人听过这个书名哈。他其实写了一系列的书，都是关于企业管理哈，教导这些领袖怎么样把你的企业管理得更好哈，有很多智慧在里面哈。但是大家知道吗？他不仅是美国的畅销作家、领导学大师、企业管理大师，他还是卫理公会的牧师。他的父亲也是卫理公会的牧师哈。他在很多年的时间呢，他被评选为全球最影响力的人哈。那在他的生涯当中呢，非常的特别，上帝使用他过去的背景、牧师的牧会的经验，让他去祝福更多的人哈。他在做企业管理的时候，他给领导者讲了一个观念：如果你希望你的员工、你的企业能够做得更好，首先你要先祝福你的员工啊，你要先让他们过得很喜乐，你的公司才会更兴旺哈。当然他不是这么简单，他讲了很多很多的细节。可是印象深刻的是，他讲了一个例子哈。他说他的爸爸呢，在90岁的时候哈，因为年纪太大了，他需要住到安养中心，得到专业的照顾哈。这时候他就跟他的父亲说：“很抱歉，因为我的服侍很忙碌哈。如果你住在我们家，没有人可以好好的照顾你。我想要为你寻找一个比较好的安养中心，让你可以去那边，这个每一天的生活都有人照顾哈。”这时候他的爸爸就跟他说：“好，没有问题，好，请你帮我找一间安养中心，但是呢，可不可以请你帮我找新盖好的，最好是呢还没有人住进去的。”这时候，这个麦斯威尔牧师就想说：“难道我的爸爸是想要有这个很好的设备吗？就是这个安养中心比较新一点，设备比较好一点吗？”结果他的父亲呢，就继续跟这个威尔说：“威尔，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请你帮我找新的安养院吗？因为我希望我成为那边第一个住户，然后我要站在门口，每一天迎接跟我一样要住到安养中心里面来的人，告诉他你不孤单，以后我们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威尔牧师的父亲90岁了，他还可以怎么样？祝福别人的生命。麦斯威尔牧师说，他为什么能够写出、领悟出这么多企业管理的书，都是圣经的智慧，还有从他的父亲身上得着的榜样，甚至是连他4岁的孙子哈，有一天很开心的他回来的时候跟他说：“爷爷，我跟你说，我今天做了很多加值别人生命的事情哦。”然后他爷爷说：“你做了什么事？”他说：“我今天早上一大早，我在等这个校车巴士来接我之前，我提早20分钟到社区门口，然后呢，跟我经过旁边的人，我都跟他说再见，祝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天。”然后他得到了12个人跟他拥抱，而且跟他说：“谢谢你的祝福。”哈，无论我们今天在几岁，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得到了上帝的祝福、上帝的恩典，我们有很多很丰富的恩惠跟平安。可是，在外面还有很多的人，他们是在神的眼中像是流离失所的羊，没有牧人一般。哈，他们心中没有平安，会需要有人能够来加值他的生命。哈，所以这个麦斯威尔牧师他很说过，如果你今天上帝使你成为一个领导者，你天生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要加值别人的生命。如果你今天是长辈，家里的长辈、爷爷奶奶，那你就要加值你的孩子、你孙子的生命。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父母，
你的孩子就是你的产业，你要将他带到你上帝的面前，你要每天加值他的生命，使他也能够成为加值别人的人。今天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职场，我们都可以成为加值别人的人。好，等一下我们来说，我们其实也许大的事情做不到，但我们可以先从我们的家庭做起哈。所以呢，接下来我想要挑战大家，就是我们每一个礼拜，你能不能做5件加值别人的事呢？在圣经里面有一位门徒叫巴拿巴，其实记载他的事情很少很少，可是我们都知道，圣经说他是一位什么？劝慰子。什么叫劝慰子？很会劝安慰别人的门徒。好，我们是不是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也许以为我们自己没有能力，但事实上上帝给我们很多不同的恩赐哈，可以来祝福别人哈。我们可以看到呢，神呢在圣经当中透过很多很多的人物来使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来祝福别人的生命，叫别人得福。亚伯拉罕被上帝呼召离开本族本家的时候，神说神要使他的后裔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要使他的后裔使万民得福。今天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哈，神要使我们使别人得福。那我们要怎么样可以祝福别人呢？其实有5件事是我们可以做的哈。有一本书呢，它写到5种爱的语言哈，就是说我们的人呢，接受爱跟给予爱的时候，常常有5种方式是我们很喜欢别人对我们的，也是我们可以做来祝福别人的。比如说肯定的言辞哈，然后肢体的接触，也许是一个握手，一个拥抱哈，然后呢这个有精心的时刻。然后服务的行动跟爱的礼物哈，那我想这5件事，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喜欢别人对我们做，对不对？但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能够来做在别人的身上呢？那我这个礼拜来到荣光堂的时候呢，在跟伟文牧师聊天哈，就说伟文牧师，你有没有希望我可以分享哪一个部分呢？他就说赖玲啊，我希望你可以分享关于家庭、婚姻有没有什么很好的部分是我们可以来学习的哈？不知道为什么牧师会这样，可能是我跟我先生感情还算蛮好的，感谢主哦。我觉得呢，其实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在家庭中，我们能够成为一家人，都是从不同的原生家庭，对不对？能够被上帝的恩典带领，我们能够在主里成为一家人。结婚的时候呢，也成为了一家人哈。但不代表我们都很能够合得来，它这是需要一段过程、一段时间的。可是我们说，我们能够至少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在家庭里面必要做的，就是我们要注意我们说话。好。我想我们对外人都很客气，对不对？对这个在教会或在职场，我想我们说话都会再三斟酌、再三考虑。可是我想我们在家里面面对家人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很多伤人的话，自然而然就会说出口了哈。在箴言书16章24节说：“良言如蜂房，使心甘甜，使骨得医治。”我们在外面说好话，在家里更要说好话跟你的丈夫、跟你的妻子、跟你的孩子说好话。当你跟他们说好话的时候，你会为他们的生命怎么样加值？他们会变得更好，我们也会变得更快乐哈。我有一个经验跟大家分享哈，我每一年呢都会带短宣队去短宣。
在平安堂的时候，在台北卫理堂的时候，我们会组短宣队去到马祖的北竿哈。一方面是探望郑宪章牧师，那一方面也是装备我们的弟兄姐妹哈。那我们特别喜欢带儿童主日学去短宣哈，我们都会邀请爸爸妈妈带小朋友，全家人一起去服侍。那我们可能就会办一个夏令营啊，或者是去陪着牧师去那里做探访哈。我记得有一次呢，我们就在几年前，我们有也是去马祖的时候，我们团队里面有一个老师，一个姐妹，她是儿主老师哈，她有3个孩子都是男生，她就报名了这个短宣队哈，就跟我们一起去短宣。那么短宣是1个礼拜，我就跟她说，你确定你要一个人带孩子1个礼拜跟我们去短宣吗？他说我很挣扎，但是他先生是局处首长哈，刚好在那个时候立法院要备询，就是他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去短宣哈，所以我就说好，没关系，你就报吧，我们所有人都帮你照顾小朋友哈。那我们就短宣哈，到最后剩下2天，我们就要回台北的时候，他的先生竟然从台北飞到北竿啊！我见到那个江弟兄的时候，我就说：“哎，江弟兄，我们的短宣快结束了，你特别来哦，真的很感谢你，你这样子跟我们一起回去吗？”他说：“对。”我说：“你为什么要特别来一趟啊？我们已经很快就要回去了，你知道吗？”他说了一段我觉得弟兄们都要学习的话。他跟我说：“牧师啊，我的太太这么辛苦，一个人带3个小孩来北竿已经5天了，我最后2天来，让她轻松一下，这是我应该做的。”哇，我真的非常的感动，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他的太太这么尊重他的先生，然后他们的感情这么好，因为我觉得在很多生活的点点滴滴跟细节里面啊，他是一个在事业上、在工作上很成功的人，但我觉得他在家庭中也非常看重他的妻子哈。所以婚姻家庭有什么秘诀？最大的秘诀就是什么？尊重和爱。你看主耶稣都这么爱我们，刚刚我们有讲，对不对？他拥有所有了，但如果没有我们每一个人，他就觉得不好。少了我们一个人都不好，那何况是我们最爱的家人呢？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一生里面，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我们需要好好珍惜我们每一天跟家人、跟弟兄姐妹、跟你旁边的上帝摆在你身边的人，有一个美好的互动，这是上帝所喜悦的哈。我们的人生，不管是夫妻关系、家庭关系，或者是信仰生活，其实都是在变动的。因为我们的人生的确一直都在变动，但唯有不断的包容、接纳，才能够让我们的人生旅途更加的幸福哈，经历到上帝的恩典。神透在启示录早就应许给我们，要使我们的后裔增加，并且呢，使我们都是蒙福的后裔。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里，神都要使我们蒙福。我们要用什么东西来增加我们生命的广度跟深度呢？最好就是上帝的真理，最好就是上帝的爱能够充满我们。我们最好能够更多的渴慕圣灵的充满。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才是真正被加值的美好生活。感谢神，让我们今天可以一同来读神的话，让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让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能够因着主耶稣你对我们的爱，使我们更知道我们的人生是有意义的，是有价值的。也让我们用新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周围的人，因为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也都是上帝所宝贝的。主啊，我们有时候很软弱，有时候我们很不足，
主啊，但主你是那位丰富的神。主啊，我们爱，因为你先爱我们。愿神祝福荣光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从神那里得着丰丰富富的爱，和神圣灵大大的充满浇灌，使我们的心得安慰，使我们的心得满足，以至于我们也能够成为那位让别人生命价值的人。主啊，愿神你使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他们的家庭中、职场中，在他们的服事中，都成为众人的祝福，叫人真知道我们是神你蒙福的儿女。主耶稣，今天是圣灵降临节，也是约翰卫斯理纪念主日。我们能够聚集在这里，一切都是上帝你的恩典。主啊，愿神你充满我们，使我们今日主日的聚会都蒙神的悦纳。当我们回到家中的时候，我们也带着神的能力，加增我们，提升我们生命的境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赖牧师的正道，也愿神的话成我们时时刻刻的帮助。我们请起立，我们唱回应诗歌《恩雨大降》，在新娘诗选第210首。站立，我们请司宪同工到台前来。奉献是基督徒的义务，若你还不是基督徒，或你还不了解奉献的意义，可以安静让奉献带经过你面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谢谢主，因着你的救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获得丰富的生命，让我们生命的价值是由天而来的，在属地上的价值。现在我们将由你而来的金钱献上，求主纪念我们的摆上，也愿主大大赐福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成为能够加持别人的祝福。谢谢主，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到我们当中的人。好，那既然这样，大家都是好老朋友，那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唱到副歌的时候，请我们一起起立，互相拱手问安。接下来教会施工报告，我们请师母为我们报告卫神的消息。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在这里要分享老师我在这个讲座。那这个讲座的主办单位跟地点是在高雄卫理堂。那高雄卫理堂的地址呢是在中山2路的364号。那捷运呢是在中央公园2号。那相信不少弟兄姐妹也都有去过哈。那这个讲座的日期跟时间是在6月1号的星期六。上午10点到11点半，那这个讲座是一次性的实体聚会，所以没有线上跟直播。那这个讲座的起心动念呢，成立的起心动念是，蔡慧秋老师教导的旧约导论的课程。当他在点名的时候呢，就有学生回应说：“老师我在，老师我在。”所以呢，就触动了老师。以此作为讲座的主题。那这个内容是由课室的学生所引起的发想跟觉醒。那是由4位不同背景的学生讲员，那以4个不同的角度跟观点来分享他们的生命见证，以及他们在神学教育的收获。那我们荣光堂的代表呢，就是贺兆炳弟兄。基督徒的一生都要当上帝的门生，在圣经上要深入扎根，以至于完成上帝的大使命。那我们晚上在上圣经辅导的时候呢，老师常常会问我们一句话说：你们觉得我们活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要荣耀神跟以神为乐。那我们要如何来荣耀神呢？就是要读神的话跟遵行神的话。所以我们在神的话需要更多的研究，还有学习跟研读，以至于更多的明白上帝的心意跟旨意。所以老师我在这个讲座是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那很感谢主，目前我们教会大约有30位的弟兄姐妹报名。那如果你还没有报名，但
消息。本周为卫斯理交换讲台台语堂由林志坚牧师证道，华语堂我们再次感谢赖牧师为我们证道分享。蔡牧师到大直卫理堂讲道，请为牧者的往返平安祷告。第二点，卫理公会总会在将建造新的宣教大楼，那作为这个宣教用途及办公室使用。我们邀请弟兄姐妹为总会的宣教大楼奉献，那奉献可以在奉献袋上注明为总会宣教大楼奉献，这样子就会计这边就可以直接统计。再来第三点，制服学院将于5月27到5月18号在日月潭举办同工退休会，由伟文牧师跟玉华师母前往参加，请为牧者往返平安祷告。教会预计在7月份开始，主日后牧师将带领启发课程实验小组上课，为期12周。参加学员即为执事同工、各小组长及有意愿要参加启发课程的课程者。那报名顺序为12人就截止了，那这个限量参加哈。那即日起开始报名，免费上课，请洽蔡牧师及办公室。那6月30号就报名截止。再来第5点，教会5月份开始我们开始会进行这个少纸化的宣导，将于7月份减少周报那个1/3的周报音量。那教会将会在各群组开始发起电子周报，那大家可以用手机或是平板来阅读。那如果还没有参加，在这个群组上面的，也可以透过这个办公室登记电子周报的需求。那么再来是第7点，是教会将于6月22号周六举办59周年的堂庆义卖爱心福音园游会。那么已经在如火如荼的在那个进行当中了。那同时也是制服艺人学院的结业发表。那邀请各弟兄姐妹投入参加，请弟兄姐妹邀请福音朋友一同参加那个我们的活动。那办公室已经有宣传单张，也有园游会券开始预购。那数量有限，售完为止。我们会继续让大家都会有园游券的，没有问题。那请大家踊跃参加。第8点，教会将储备儿主师资及青少年辅导，欢迎对儿童及青少年宗教生命教育有负担的弟兄姐妹，这个前往教会办公室或是向茂林执事来报名。我们持续为教会的事工守望祷告。那邀请弟兄姐妹参加周4晚上7点半的查经祷告会。请让我们一起为教会的关心事项祷告。接下来肢体消息，因为进入梅雨季了，有很多的疫情或者是病菌仍在流行，请弟兄姐妹持续的注意自己的健康，然后我们也持续为身体不适的弟兄姐妹代祷，也欢迎大家如果在教会看到很久不见的弟兄姐妹，或是知道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我们持续关心他们。那接下来我们请起立，我们唱3-1颂。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颂。会众请坐。殿乐，在殿乐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跟教会事工